感恩魔法100日挑戰第15日。跟住我咁樣可以食你你嘅分㗎，目標呢？因為我嘅目標係要分大陸。跟住我咁樣可以畫畫、食嘢，可以瞓覺，可以打打媽咪，可以瞓覺，可以瞓醒。今日我嘅目標都係返大陸玩，我好感恩我可以邀請，可以被邀請，可以瞓醒，可以健健康康，可以生存，可以有空氣，有手有腳，有水，有嘢食，有地方住。好感恩阿仔陪我拍片，好感恩，好感謝我老公陪我返大陸，好感謝我個爸爸媽媽都健康，好感謝我嘅朋友同我一齊食嘢，好感謝我嘅仔嘅老師經常邀請。感恩魔法令到我哋越嚟越多朋友。如果中意就 like share 同留言啦，拜拜。